在听力题型方面，我们在看过单句理解练习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同样提供了练习范例的题组，这里总共有3题。第一题，给班达的本人是都有眼头，是讲夜料理样的。第二题，某些本人入煮菜，也下能感认识，是讲煮嘅菜样的。第三题，洗头接电做，目前晓得穿了，人那唔会去难见，这句话是讲做人一样的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第一题里面它的关键字在于是都有念头，有念头这个词，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吃了还想再吃，已经几乎要上瘾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看底下的答案。第一，更想再吃，是很想赶快再吃。第二个，爱看人食，要看人要看人家来选择啊，它不是看人家吃东西的意思，它是看个人的选择的意思。第三个，某人想食，就是没有人会想吃。第四个，有限能食，有空才吃。所以我们根据题目的内容，所以选择的答案应该是第一个，更想再食。第二题，某些本人入煮菜，一下能感认识，是讲煮嘅菜样的。我们看题目里面，首先它是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，或者没有征求人家的意见就煮菜，这下子才来感认识。他感认识的意思就是拜托人家吃，要求人家吃，所以他的这个菜呢，可能是煮的怎么样？好，也许就是真的煮的菜不是自己想吃的，或者不是别人想吃的。我们来看选项，第一个，唔拉色，唔拉色是不够吃的意思。第二个，冇煮熟是没有煮熟的意思。第三个，唔想饮，不吸引人。第四个，冇过瘾啊，没有过瘾，还吃不过瘾。所以我们来看选项的4个里面，比较符合题目的题意的，就只有3，唔想饮，好，它不吸引人。第3题，洗头接电做，目前晓得穿了，人那唔会去难见。这句话是讲做人一样的。我们来看题目的关键字，就是不要只顾着玩，好，目前晓得穿了，不要只顾着玩，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才不会去难见。去难见就是人才不会懒散。我们来看选项里面，第一个，爱做爱晓了，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要懂得工作，也要懂得去休闲。第二个，做事爱实忙，做事情要非常的认真打拼。第三个，更做人更懒，越工作呢，人就会越懒惰。第四个，懒了接事做，他的意思就是他就是很懒惰的，不想去接工作来做。那我们看选项里面比较符合题目意思的题意的，就只有选项2，做事爱实忙。同样的，在听力练习，我们提供了综合练习的范例，请大家自行来练习。这里有3题。第一题，一盘青菜食起来唔拉鹹，係講話係個餅掉麥嘅。一盤青菜食起來唔拉鹹，係講話係個餅掉嘅麥嘅。他的意思說，這盤青菜呢吃起來不夠鹹，還要再加放一些什麼東西呢？請大家看一下選項。第2題，先生講90變數好，昨天愛排多樣嘅。先生講90變數好，昨天愛排多樣嘅。他的題目的意思是說，教室如果掃好了，那桌椅要排成什麼樣子呢？請大家來參考選項。
来挑出符合题意的那个选项。第3题，下背那个是有翼甲的动物，下背那个是有翼甲的动物，它的关键在于有翼甲是有翅膀。那选项里面4个，哪一个是有翅膀的动物呢？请大家来参考选项内容。第4题，同人做啊好，要生意哦，唔好本己养的。同人做啊好，要生意哦，唔好本己养的。题目的内容是说，汤才刚煮好，要小心，不要让它怎么了，不要让汤通常都是我们讲的被它烫到或者受到伤害。那大家请看一下选项里面有哪一个比较符合我们的题意呢？请考生或朋友们大家自行练习这几题听力练习题目。